再来，咱来看今年1月份到9月份交通事故的统计，每10万人伤亡的人数，台中市是占上侪。有民众就认为讲，迄是因为车路的漂失，真侪拢互看甲雾煞煞才造成的。因那台中市府讲会持续做检讨。虽然是礼拜早起，淹过伫台中市北股上面的5车路口，车流量也是真大。就算是有引入科技执法的设备，也是尽量发生交通意外。附近的业者讲无意外，因为这路型真复杂，标示真混乱，连在地人也定定傻无。他们看不懂红绿灯嘛，红绿灯很杂，很容易出车祸。这里全台中最容易出车祸的地方。交通部道安资讯查询网统计，今年1月到9月交通意外，台中市每10万人死伤人数2489人，行路人死伤人数2081人，拢是全国第一名。民众认为是因为路的标线混乱，才想做青红灯。那个红绿灯也太多了，对，有时候你就一直停在那里等，结果反倒会造成行人有时候看呢。就一小段就一个红绿灯，结果我就想说，没有人就跑过去，就发生车祸了。本市8、9月30日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皆较去年同期下降，显示本市交通事故防治已略见成效。市府道安团队亦持续透过工程教育执法方面来改善交通事故。台中市政府讲，交通部伫今年8月捌公布，台中市30天内A1事故降低上侪。无论是执法的强度、民众的守法度，台中市伫咧8、9月份拢是全国表现上好的。所来会逐个月检讨相关资料，提出容易发生车祸的路口甲发生的原因。希望明年的30天内A1事件会当降低5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